国辽宁省工信厅2周内5次发布严重缺电2级橙色预警。自9月中旬以来，它一直在经历大范围的停电。据报道，当局决定增加煤炭产量，以应对该国的能源危机。德黑兰宣布，俄罗斯和伊朗将于下个月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。7个月前，伊朗与中国签署了这方面的协议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伊德·哈迪普扎德对媒体表示，德黑兰与莫斯科之间名为全面合作协定的协议草案已经完成。负责在突尼斯组建政府的内科拉·布登·马拉赞宣布了由23名部长组成的新内阁。布登和他的内阁在总统府举行的仪式上宣誓，同样带着院士身份的布登成为阿拉伯世界和突尼斯的第1位女总理。塔利班宣布，在接管阿富汗后的首次与美国举行面对面会谈进展顺利。阿富汗当局发布的声明指出，10月9日至10日，塔利班与美国代表团在多哈举行的会谈进展顺利。据报道，中国北方山西省因暴雨引发洪水，12万多人被疏散。该省应急管理官员在声明中表示，有175万余人受到洪水影响。奥地利总统11日命任现任外长沙伦贝格为奥地利新总理，接替日前辞职的库尔茨。库尔茨因涉嫌腐败被检察机关调查，于9日宣布辞职。10月8日至11日，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首都萨拉热窝举行的第13届东突厥散兄弟会会议和第4届民族团结委员会圆满结束，并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。